為慶祝香港教區成立80週年，教區今年開展咗連串慶祝活動，而首個重要活動就係4月11號喺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舉行嘅慶祝教區成立80週年彌撒。當日有130位神父共祭及接近1000位教友參禮。彌撒開始之前，周守仁樞機、夏志誠輔理主教以及一眾神父先嚟到座堂入邊，喺香港首任監牧約瑟神父以及歷任主教嘅墓前祈禱，感謝先賢嘅付出。我哋感恩眾多先輩無私嘅奉獻，透過宣講、禮儀、關愛社區、興學教化等等事工，將愛帶到呢片土地嗰度。我哋此刻都特別感謝歷代被教宗選立嘅牧者領導教區，牧養我哋。周樞機喺講道嘅時候，以廣東話同英文回顧教區嘅歷史。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天主教會咧，並唔係喺80年前先至出現，遠喺1841年4月22日，即係185年前，羅馬教廷喺當日宣布設立香港監牧區。初期嘅教士係嚟自澳門嘅，服務當時嘅駐港英軍同埋住喺香港嘅天主教徒。當時嘅傳教士已經有協助教育、醫療以及照顧棄嬰等等嘅慈善工作。隨住教會聖統制喺中國建立，教廷喺1946年4月11日將香港代牧區升格為聖統制主教區。香港教區喺呢80年嚟積極發展宗徒事業，當中更加努力幫助喺1950年代從中國內地湧入香港嘅難民。1970年代迎來另一輪嘅難民潮，我哋嘅越南船民。香港教區當時就用咗香港明愛嚟操管難民嘅需要。佢提到香港一直係移民同難民嘅安身之所，而教會一直同普羅大眾以及弱勢者為伍。Hong Kong has the privilege of a dwelling place where migrants and refugees, particularly in the 1950s and 1970s, they found the shelters and homes here. This provided us with an important mandate to welcome foreigners to our church,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earching for a welcoming embrace and a homestead. We must never forget this inclusive mandate. 佢仲用普通話分享對未來嘅方向。可在未來的歲月中，我們教會在香港都會是一個在香港服務的教會，承先啟後，繼續為普西教會和國內的教會擔起橋樑和公義同行教會的角色。